写客文填名，海龟阿樹文李秀琴，苗栗客家人，中小學客語先生，也下帶台南市本影片係用客語試驗強語音合成，係講有中意，請分享出去。海底世界唔但請有繽紛多彩嘅珊瑚樹林，還有從溜溜嘅海草隨等海流搖啊搖，日頭花對海面上濺下來，同靜靜嘅海底世界長到金加一浪。一群熱帶雨地珊瑚樹林度搞抗人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我愛開始尋了。做鬼嘅細魚嘅張講啊說，其他嘅熱帶魚實尋好飛所抗黑黑，連咪都唔敢飛。但請村入面拍攝甘定甘美食嘅細魚嘅阿片還蠻抗好勢，而挖頭看到珊瑚樹順大海龜阿樹啲嘅水幕，顯冰冰嘅笑一下跳過去，看啲大海龜嘅樹殼下。咪啥無抗好，本鬼沙島兩米5嘅就安樣，啲大海龜阿樹嘅順口窩窩鹹鹹。阿樹本人家上朝上，擔頭看啊，阿片啊，又係526時從本等啲嘅打拍來嘅阿片講，冇搞咧，灰嘅阿公唔講故事本愛豆糖啦。呵呵呵，好哩講說。其他嘅熱帶魚全部棄除，阿樹木咪咪嘅講起來30年前嘅一日，針對龜卵鋪出來嘅愛，對十元嘅沙度拔出來，辣辣嘅熱頭花長啊過來，愛木做18色，也係愛第一擺看到長年嘅熱頭，愛擔頭望，頭前有當多同愛共用嘅小海龜。用細細幼幼嘅腳食芒果誒，對大海爬過去。我正想愛去腳行，默默風天當一層烏雲，從身誒下使用誒，小嘅比過來，還緊比緊大，竟然同拍啲頭前嘅小龜嘅嘴去天當，嘅係乜嘅呀？錯驚嘅我夾夾空啲濕碰度，看真啦。原來嘅係龜太清嘅海雕，佢哋遠遠就睇到小海龜嘅咪絲，全部比過來，一隻海雕嘴，一隻小海龜，針對龜卵爬出來嘅小海龜搶啲4隻腳緊拍，乃有力頭來反抗，我本頭前突然間嘅講緊嚇到。海水夾來夾去嘅聲音，鹹鹹嘅咪絲，親像緊啲嘅鹹，阿樹夾夾來啊！我個不將壓定牙緊去腳爬，拼命骨嘅對大海爬去，一無見單3個幾隻惡曬曬嘅海雕，大海越來越近咧，忽然間咔一聲，一隻太大嘅夾嘅對我夾過來，哎喲！我嚇到倒退2步，下啊！冇海未來從食小海龜放等行嘅大冇海，木真真嘅騎等太夾嘅對等我叫過來，一下就是冇命咧。上有海雕，下有冇海，讓去海島嘅路很難行。我嘅木質強強就會跌下來咧，個騎騎嘅太夾嘅又來到面前。我正喊一聲阿妹愛，眼神就閉起來咧。唔是驚，我叫一個後生人同我並啲家屬向等3個惡曬曬嘅海雕老母海行到海順，已經行緊對我講，我看到5、7命骨嘅爬，本我動感痛，請要堅持唔放棄，生命總有出路啊！加油，愛好好嘅狀態哦！後生人強強嘅同我並入海水地度，正跳入大海嘅我，遠遠看到後生人又行轉沙巴咧。幾隻後生人係有愛心啦，
熱帶阿平講，希望我乃有機會同幾個阿公相識咯，有機會我咪愛親屬同特撒相聽，大海龜阿秋笑誒，海水結巴結白，親像提個講永久唔會說胖嘅故。希望俺自細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，可以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